左边的是毛氏的，谢谢上面给我一个，谢谢。我要往鼻梁了，鼻梁了，鼻梁了，我要往鼻梁了。有危險未咧？當然危險。危險危險。
好危險啊！屌你，安全開要緊啊！屌，安全開要緊啊！屌，屌人咩啊？屌你！啊，都未掉啦，都未掉啦，都未掉你。拢爱摕互新叫的啦，啊，拢爱举响互新叫的你，啊，拢爱举响互新叫啦，安全。暂停，然后
要去鼻寮，要去鼻寮，要去鼻寮啦！要到鼻寮，鼻寮离北边。5天出行第1天，盐水庙南行36庄，5天绕境活动第1天到了新园、昆仑御园、服务处那边，然后又到你把水来哦，宜园。讲这边的啦，讲这边的。宜寮哈，宜寮就在北边，你看别看，像起重机吊的那个炮很多呢。哦，起重机吊的炮很多。你看北边那个起重机吊的炮很多。哦，要折转往那个。哇！哦，左转哦，就到那个北边啦，北边北寮、皮寮那边。哦，远方那个起重机吊的炮那边。哦，看到北寮、皮寮、斜南庙、斜南庙。